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祈愿斯里兰卡早日平息危机；3名藏人因私自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遭中共拘捕；拉萨市公安局悬赏30万元鼓励藏人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违法犯罪活动。西加仁波切向欧洲议员介绍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问题。日本藏人悼念前首相安倍晋三不幸离世。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拜会加泰罗尼亚驻欧盟代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办公室于上周六7月16号通过致函斯里兰卡藏传佛教兄弟协会，对斯里兰卡目前遭遇的危机表达关切，并为危机尽快得到平息而祈祷，以及希望斯里兰卡能迅速恢复稳定、繁荣与和谐。达赖喇嘛尊者目前正在印度东北部拉达克地区进行访问。计划将在本月28号至30号在拉达克列城近郊的和平宫传授为期3天的佛法。另外，在今年6月至7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日前后，西藏境内的3名藏人因在各自家中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遭中共当局拘捕。根据近期获悉的可靠消息显示，中国军警今年6月底在西藏东部的甘孜县拘捕了一名60岁的无名藏人男子。当地警方宣称，在一次突击搜查中，在这名60岁的藏人男子家中发现其私自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这名藏人男子在被捕前健康状况良好，但在被拘留期间，由于遭到中共官员的毒打和酷刑折磨，他的健康状况一度恶化，不得不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在他出院后，立即被军警带回监狱继续关押。目前无法获悉进一步的情况。另据藏人媒体报道，来自西藏纳曲地区安多县扎仁镇的嘎宗和玉珍2姐妹，因在家中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而分别于6月23号和7月11号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目前，这对姐妹被关押在拉萨的一座看守所里。由于中国政府严格管控境内的通讯渠道，目前无法进一步获悉2名藏人妇女遭捕后的详细情况。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安局于7月4号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发布所谓的拉萨市公安局关于公开政绩违法犯罪线索的通知。根据可靠消息，拉萨市公安局在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日前夕发布了这份通知，声称将悬赏高达30万人民币的奖励，鼓励藏人举报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和散布藏独主张等违法犯罪线索。该通知列出了包括所谓的利用网络传播有害言论、散布西藏独立主张的违法犯罪线索等12项内容。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发布这类通知的目的，就是要在藏人之间制造矛盾，加剧了当地的紧张局势。此外，正在欧洲各国展开游说活动的印度南部扎什伦布寺主持西加仁波切于上周五7月15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多名欧洲议会议员，介绍了第11世班禅喇嘛遭中国政府强迫失踪等问题。7月15号当天，西加仁波切和代表团成员会见了欧洲议会瑞典议员埃文·英吉尔女士、欧洲议会的意大利议员安德里亚·科佐利诺先生、议员马西莫·卡斯塔尔先生和黎维亚·加罗卡女士等多名欧洲各国议员。
所有与会欧洲议员都强调，将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欧洲议会议员进行适当协商后，他们将在议会提出第11世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的问题，并制定进一步的计划。西加仁波切和代表团成员还于上周三7月13号会见了捷克共和国副总理兼区域发展部长万伊巴斯托先生。与此同时，代表团成员朱丹吉女士于7月16号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伽马索朗加措林佛教中心，向当地藏人民众介绍了第16届嘎夏发起的藏人志愿游说项目。在结束比利时的一系列参访行程后，西加仁波切于7月17号抵达英国伦敦，展开为期4天的游说活动。期间参加了驻伦敦办事处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本周二，西加仁波切率领的代表团会见了英国国会议员吉姆·香农、议员蒂姆·劳顿、议员克里斯劳和国会议员凯里·麦卡锡等政要。另外，位于日本东京的藏人协会于上周日7月17号在驻日本办事处的佛堂举办祈祷法会，悼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不幸离世。在日本各界悼念前首相不幸离世之际，日本西藏之家和藏人协会的代表于上周一7月11号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追悼会，分别向逝者的遗像献上花圈。随后，藏人代表前往逝者安倍晋三的办公室，向遗属递交了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巴次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女士的调研信。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于本周二7月19号礼节性地拜访了加泰罗尼亚驻欧盟代表戈尔卡克诺尔先生。在会晤期间，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则赞赏代表戈尔卡克诺尔先生坦诚合作的意愿，并就双方关心的一系列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次会晤是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与戈尔卡克诺尔先生的首次会晤。戈尔卡克诺尔先生于上周出席了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举办的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庆祝活动。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